芈月，你出事。朝阳自然立功心切，但朝阳的性情一贯暴躁，并不功于心计。这种连环计环环相套，朝阳背后必有高人。那人记恨张仪，忌惮张仪之才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利用朝阳和和氏璧行此诬陷之计。寡人知道那个高人是谁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孙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孙衍与张仪有深仇大恨，朝阳不过是误会张仪到了和氏璧，但公孙衍却一直以为是因张仪的到来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终弃秦投魏。公孙衍虽有才华，但心胸狭窄，计较善妒。他一心想要让我为他离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会游说诸国与秦国为敌，以此证明他公孙衍的能力。他设计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为了陷害张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时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见识人才，不懂辨认珍宝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大敌当前，寡人本拟让张仪去诸国游说，分化列国，但眼下既然对手如此记恨惧怕张仪，那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张仪，游说分化诸侯，让公孙衍的计谋不能得逞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寡人虽然对中行期的口供并非深信不疑，但对张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担心他因此而负气抗旨，不再为寡人效命。人以国事相待，我以国事报之。公孙衍太过熟悉大王，又太过了解张仪，才会设下这么个局来。臣妾以为，对张仪来讲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激将？公孙衍如此与秦国纠缠不放，皆因为好胜之心，而张仪无端受此诬陷，必会有报复之心。若能激起张仪的报复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国更能与公孙衍一决高下的地方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可惜张子这阵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，派何人前去周旋转还才好。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这秦宫里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晓张仪的人恐怕没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不妨派一辆好车送芈月出宫。都撤了。是，撤。张相在家吗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刺鼻子？张子博闻强记，应当知道这是沉香，来自阳月之南邑。什么花儿香啊草啊，跟我张仪都无缘。你们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张子身为国相，肩负大秦重任，可这屋子里却有股萎靡不振、气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铜胶铁铸，
我乃肉体凡胎，当萎靡时则萎靡。至于气味不好闻，没人替我打扫。你以前那些个小童仆都去哪儿了？何况你身为国相，我听说大王曾送你数名美姬服侍。张仪倒霉，没人来陪啊！自从那日大王说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来我就让他们全都走了。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脸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是？头痛胸闷，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。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。芈月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。张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，但可惜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厉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辈子，几次三番被这东西差点害得丢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见到真面目，还是个赝品。张子以和氏璧为仇，但我认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张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祸两面。试问，若无和氏璧，张子此时还在朝阳门下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因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张子逼到绝处，因而走出楚国，成为秦国国相，一怒诸侯惧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诸国联手攻秦。公孙衍本来就与你有仇，又惧怕你的才华，于是以和氏璧为计陷害于你。但如今你毫发无损，这只能成就你在诸侯之间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国，诸侯召见之时，你未发一言，他们就先行气馁了。芈月说得好，我张仪若说我心没动，那是假话。那张子，来人，来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见大王。来人呐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踩地盘狗之徒，没一个忠心的。我自己来。拿来。什么？诏书令符啊。这个见了大王自然会有。大王为何没让你带来？你亲自面对大王，才好讨价还价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
芈月，你出师了。大王，此番诸国已经对我大秦举兵，全有赖张子前往各国游说分化，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张仪义不容辞。纵观全局，张子看还有何遗漏之处？据说半年前燕王驾崩，大公主孟莹之孩儿公子直，年仅2岁便丧父，母子俩很是可怜。眼下孟莹成为了义后，太子快继位，此君懦弱无能，大权旁落于国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书一封给义后，请他帮母国说话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义后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诸国，张仪以为第一站就应是燕国，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给义后，我等只要说服子之，这燕国就会成为羊群中第一只掉头而回的羊，别的羊见了，不可能不为之心动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张子还有何要求？寡人定当尽力为你办到。大王，张仪还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说来惭愧啊，张仪一向自负，却因这和氏璧几次三番差点断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孙衍以假和氏璧相诱，固然是要构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孙衍也是想以假诱真。若是这和氏璧真的在秦国境内，大王日后得到了和氏璧，请交于在下，将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国士难求。和氏璧虽为楚国之宝，但你张仪却是我秦国之宝。寡人答应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当赐予你张仪，任你处置。是为知己者死，张仪愿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豹子为和氏璧相争，此事背后果然有人作祟，宫中还有人放出“得玉者得天下”的话。谁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后怂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历来与王后不和，她浑水摸鱼，还到寡人这里来出手王后，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芈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后的应氏，她与魏夫人怎么会联手？有人唯恐寡人的后宫不乱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